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嘅福喜女呢个节目。今晡เรา大家咧小解有一群嘅後生人吼，記得係讀新竹台嘅吼，大道改編。記得大上到底做得為新竹做得乜嘅事情，不很好到嘅你來認識新竹，來新竹了哦。家家咧本人你見解裏邊，記得係不差勝百節，勝百節嘅負責人吼，潘風強，歡迎。大家好，我是不差生活節的負責人。我叫彭宏杰，然後來自新竹的南寮。歡迎你哦！聽你咧，你繞牆嘅係記得嘅公館吼，天榮景。歡迎大家好，我係來自寶山嘅榮景。歡迎榮景，榮景是寶山人，寶山人。係寶山人。榮景幾多歲？你是啷歲？聽從嗎？呀，誰門人講到我們9歲嘅，實際是不是因為是一些拍攝？因為這個年齡是女人的秘密吼，一直都是。唔講得了，為什麼？因為榮景其實當後生，可是躺的是哈尾啊，講到以後。然後宏杰一直都住在新竹嘛，新竹長大的小孩，可是躺的是哈家法。躺得是，因為訪問之前啊，先了解一下，佢兩沙係讀哪位咯？係咩讀解譬大結九改世界？我覺得宏杰有講到一團吧，讓我覺得很感動。宏杰說：“我說，你是不是客家人啊？還係講你是本省人，還係講你係你講福佬人？”宏杰就說：“我覺得台大都係台灣人，不分彼此，是不是這種感覺？對嘛，哈。”怎麼正式訪問來就突然只是會點頭而已？對啊，因為其實我們其實一直在思考啊，因為常會有在新竹也，所以因為我姓彭，然後新竹有很多彭姓的客家人，就他們問說你是不是客家人？我說我剛好是住在比較靠海邊的閩南人。但是其實我們很多的像是祭祖啊什麼的，其實很多親戚長輩都會回來。那就發現到，其實客家人跟閩南人都是同一宗。比如說，其實大家都是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所以我們覺得其實大家應該都是新竹人或台灣人。對，大家都係姓中，因為大家都是台灣人。其實你帶頭兩片土體其實是不分你我。那有時候你了解一下自己的這個血脈，或是自己的根源，有時候其實只是想找到自我的認同感，對不對？不過很有意思耶，因為其實我們都動改吞水很類似新竹，他們都是新竹的年輕人。很多人會想說，新竹是一個很棒的城市，想要讓更多的人認識他們，所以今天其實你們是一樣。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不差生活節，對。然後一開始還是問說，你們是不是又是一群？你看又是一群，因為現在好像很流行返鄉的青年。可是宏杰就說，其實不是哦，其實不是那樣子的感覺，對不對？就其實說返鄉嗎？我們也許沒辦法說真的成為大家想象中就是返鄉是什麼樣的特性，我覺得只是回到自己家鄉，然後一時還不太想進入傳統的產業或是已經制式的這些工作環境裡面，想說再試試看能不能做點什麼。對，那就是剛好在自己生活周遭，然後試着用自己的專業或者一些服務做一點事情。我覺得這就很棒哈，對不對？因為現在的年輕人呢，大家你下你講你讓一些青年哦，大家對後生你有不同的想象，總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因為整個時代背景不一樣，跟以前那個農業社會的世界冇可能，就會覺得很有創造力。而且呢，現在很多年輕人，6浪年退到7浪年退感應該用是因為經濟發達，那很多人就可以自己當老闆，走來開麵店吶，對不對？然後開機車店吶，然後後來就抬家出送辦，能夠連他給後上也開始慢慢自己當老闆，自己創業。我覺得這也是類似一種創業的開始跟夢想的開始，可以這麼說吼。對，因為我們。沒錯，因為就是其實這次生活節，不管是我們籌備團隊，或是我們未來邀請到的樂團或者市集，其實都是已經在自己的努力上，自己的領域上面開始做一些努力的一些年輕團隊，或是準備要成型的一些公司。那我們會希望透過這個活動，讓大家可以彼此認識，也讓大家認識我們。對，大家來講一下，鄉親朋友談到底下就想說，什麼是不差生活節呢？要不要來介紹一下？趕快讓大家先知道一下什麼是不差生活節。不差生活節其實我們是希望透過舉辦一些工作坊的方式，讓大家可以來認識像新竹的一些藝文的工作坊、藝文工作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在地教食農工作，或者是
像宏杰他们是在做老屋修缮的工作，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形式，大家来做一个交流。那我们也希望可以让像是我们在园区上班的朋友，或者是一些非典型工作者的朋友，他们可以透过我们这12天的工作坊，然后来用他们的假日来认识我们，以及认识身边的新竹的朋友。对，所以是认识新竹的朋友，然后认识新竹这一个城市，对不对？而且你们会邀请不同的团体，而且一定是很棒，大家做个交流，对不对？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你这么有自信，比如什么？你觉得大家一定要认识新竹的什么？这个真的很棒，你们一定要来认识。对不对？就在你们生活节里面，你们刚刚有讲到团队啊，对不对？就是其实像我们这次也有跟就是从事地方做一些文史工作相关的，像是监狱啊，或是一些团队。就是我们一直很希望说做的事情，也许不能说最好，但是我们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已经有人开始在做了。那也许你也想要做，对，可以一起来参与。那也有像我们一些朋友，他可能有在做一些音乐相关的录制，或是做一些酿酒或是厨艺。那这些部分，他们可能也许光自己在做一些原创开发，就已经花费他们大部分时间了，可能也没有多余的时间跟大家做行销啊、推广啊。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然后做一点不太一样的串联。所以有酿酒，有酿酒所以大家一起来酿酒吗？酿什么酒？可能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也许没办法真的说从头到尾参与。是。那我们原则上是以啤酒，我们刚好有一个有一个学长，他在本来在国外读书，然后因缘际会之下就接触了啤酒，然后爱上了啤酒。真的。然后就开始学。是。对，然后因为他们家里稍微可以支持这样子一个兴趣，然后现在就发展出一个品牌。然后在我们新竹对开始做这样子，所以走对公赌信周大家提奉，他等于是自己可以算是自己创业，然后发展出几个安利狗马酒改品牌，可以这么说，对不对？哇！这真的很值得鼓励，所以也会在这一次的生活节里面跟大家一个交流。对，所以他之前是在哪里念书？他是在欧洲的捷克，他现在在英国读书，然后后来到了捷克。那难怪会喝啤酒嘛，是不是？德国捷克那边，对。对，那太棒了。所以在生活节里面，台高有广东做点酿酒，对不对？音乐是不是有一些音乐的交流？对，我们其实在地有一个，我们自己也是新竹人，那他在新竹读书，那后来到就念了音乐相关科系。那现在也在新竹的旧城开始做音乐的录音公司的算是工作室，也开始创业这样。开始创业。对，那我们也邀请他来帮我们做一个音乐工作坊，然后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录音没那么困难。那制作一些简单乐器可以让大家直接参与音乐的制作。我觉得其实让大家知道说，生活其实不一定什么都一定要买很昂贵的乐器，或是一定要怎么样特别训练才可以做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对哈，讲到下大家又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常常说，读下在西屯年轻人都常常会追求小确幸哈。对，就是小确幸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你觉得？你觉得呢？我觉得很累，很累，是不是？因为其实我们台高有小确幸是什么？因为其实有时候想想看，因为有的东西，因为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就达到，所以我们就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满足于当下可以让我们很幸福的事情？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刚刚宏杰就讲到嘛，我们买不起很昂贵的乐器，我们就不能学乐器了吗？我们还是可以呀，对不对？所以你还是可以一起来参与，对不对？我们买不起很庞大的东西。那难道就不能做别的事情了吗？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时代潮流的改变，所以让年轻人换个角度想，不难而一免。其实我觉得也激发更多的想象跟创意。荣金应该也是这种想法，对不对？对，就是可以多多去尝试，因为其实像我们可能像之前在高中阶段好了，就是整天就是一直读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思考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到了大学以后，我们到了其他的县市，像我之前在花莲，然后后来又去了高雄。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城市，像花莲它可能比较靠近乡村，可是它那边就会有一些食农的部分。可是我到了高雄就发现文创非常的盛行所以就会带给我不同的冲击。那我也去思考说，高中以前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思考这些事情，可是到了大学或者是研究所阶段，我就会开始思考，我到底未来
要做什么？是，我觉得很棒。我觉得这就是台湾年轻人以前欠缺的，但现在其实是比较充裕的。因为小农来跳摆图书的事情，我都觉得我笨笨的，我都没有在想你们想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也是跟现在的整个环境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智慧型手机，对不对？资讯也没有这么的充分。那时候哪有溜哈马改文创，哪有什么生活节？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对错。大家溪头有每个时代不一样的需求跟贡献，对不对？所以其实乡亲朋友基本伊来到两片提皮到大家都小改度5月10号到5月20日俩成日改时间地度有动好改你讲度信周改不差。生活节哈，地图就动改东西，找得到大家的分享，让大家的交流。今天洪杰呢跟荣金来到两片，希望讲有基本改节，我们大家很好了解生活节的内容。不过，要抢大家先聊哈，我们下一段要跟大家讲的更细一点，就是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做一个更进一步的分享，或是故事的分享哈。所以，请理解乡亲们先聊下哈，啉下茶，等下张做咧理解福利，来继续来理解乡亲朋友共下来大嘴鼓了解一下佢哋嘅圣诞节。今日东方已走的绕墙都不差生活节的你讲傅精英。还有公关来都俩片像年轻人真的很了不起耶，年纪轻轻就是负责人呢，有没有？年纪轻轻就是公关，我觉得这真的很棒，有一个自己的梦想，但是呢，就是逐梦踏实，还是去做这件事情不过很有意思耶，我们刚刚讲到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一步一步来，可是有一个地点很重要，就是我今天一定要问的。你们这个生活节地点很有趣，对不对？要不要介绍一下？对，这个地点我们对外宣传，我们都是跟大家讲说499仿炮脸部村。对，其实这个东西，Google 上目前应该还是没有办法找到，因为最近没有审核过。那这个地方其实它有数字。那因为新竹呢，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新竹以前，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因为它直线距离中国的那个沿海非常近。那以前在整个日本的整个军事部署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补给站。那所以我们新竹这边也是在我们南寮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机场，从日本时代就有。那这个499仿炮连部村，它就是当年的一些防御工事，后来国民政府接收之后呢，也持续做运作了一段时间。那这边确实是一个军区，到现在都还是，所以它是国防部管理的一个地块。那我们之所以会想要叫499，是因为它的上属是一个叫空军499联队，之前一把青最后有提到这个部队。那我们希望让大家更认识地方，所以我们刻意保留这个名字。那因为它现在确实也是一个类似眷村感觉的一个村落，所以我们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叫做499仿炮连部村，这样来介绍给大家。很有趣哈。其实这跟你们要做的事情，其实理念是完全吻合的。刚刚荣坚有讲到嘛，希望大家走得很好，了解信州，了解该边的提风，除了了解那边的吃啊、喝啊、玩啊，对不对？其实还有很多的文化跟历史，对不对？我觉得刚刚洪杰就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对，从来都没有人知道，在新竹那个地方，直线距离是距离那里最近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是你为什么会想要找这个地方？因为我就是在地的居民。那从小一直很好奇，说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地方？那因为里面以前非常长辈住在里面，非常多长辈住在里面。那可能也基于因为语言上面，因为可能外省人或是这些长辈他们语言啊讲话我们比较听不懂。那小时候会经过，但不太敢进去。对。那后来长大，我就在外面读书工作一阵子，回来之后发现，这地方好像突然变得很有趣。很少人，就是以前的长辈好像越来越少，然后熟悉的长辈，然后没有看到了，这边越来越少人，那可能因为很多年迈啊或者一些关系，可能陆续这边就越来越少人活动。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很好奇，就带着一些想法去问一下里长，说这边情况怎么样？那后来辗转知道说，其实这边确实就有点闲置。那因为它现在是公园用地，那变说它可能没办法马上做一些什么事情，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农民伯伯住在里面。想说，那我是空间专业，那这边房子有些状况，那社区也没办法使用的情况，我们
可以做些什么。是，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就看看能不能开始做一些整理这样。其实很棒哎，因为 K C 读你改推翻动动 Mokyong 改商企里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老屋，对，然后那个老屋以前没有这么知道要去珍惜它，因为那只是一个居住的地方，我们就觉得说这就是我们以前居住的地方。现在再回去想，你就发现那个老屋其实很珍贵。为什么？有一些老屋它的窗花非常的漂亮，对不对？现在没有，你看现在长得好丑，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不同时代的建筑美学，对。然后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那有时候你拱的眷村改世界也有它自己存在的特色，可是它可能现在就没有人在那里了。所以对于你来说，因为你的背景也是跟空间建筑的专业，所以你等于是回到这个地方重新整理，也算是一种老屋新建的概念，有吗？或是你重新帮它做一个赋予它重新的一个状态跟生命？对，因为其实这个地方刚好提到这边是公园的预定地，那以现在一般的做法，公园基本上就是草皮，那可能没办法有太多的房子，有时候它现在这样发展下去，也许就会拆光光，那但是我本人其实我不是很觉得说它一定得保留，那基于我的专业，我会希望说它留下来应该要做点事情，那不管它未来变成怎么样，我们现在这个期间能不能？如果是公园嘛，能不能让大家先认识这个公园？太棒了！那现在有房子，我们能不能用现在房子先做一点事情？所以是基于这样的想法，那跟大家一起努力，试着让他一起来想说这边可以干嘛？未来成为公园可以做成什么样的公园？对，那它的公共这个使用到底可以怎么样做到让地方的生活更好？我觉得很棒至少在它整个以后有可能被拆掉之前，先了解一下，在新竹这个地方有这个地方存在，对不对？499。防炮连部村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存在，那么其实你一直都有在做老屋新建这个工作，对不对？对，就是因为过去因缘际会之下，参与了一些老房子或是有点历史价值的房子，那这个过程中发现到说，其实我都在家乡外面做，那也学了一些技术，然后也有一些认识。那回来看说，发现新竹很多老屋，可是都不知道什么原因都没办法去动，或者说很多原因可能是太贵啦，找不到人啊，产权啊，各种原因。那这个地方刚好就是一个很好发挥的地方，就先开始。很有趣所以荣金也很喜欢，对不对？因为我们社区也有很多老房子，可是就是被闲置在那，也不知道如何使用，所以就觉得红姐这种空间专业背景的人，就更适合来就是。跟大家就是讨论如何跟空间结合，又可以跟在地结合。是，对，所以用心朋友躺斗，所以他们的地点非常有趣。黑公杜里阿白台家又记不记得？安永改生活节改世界，台家是走在一起了解那个地点。我们除了认识你们的软件，就是你们里面的内容之外，其实也是同时认识那个地点。然后认识那里的文化，跟认识那里的历史，对不对？而且台家上回节目台家有讲到嘛，记得被酿酒，黑某时跟饮料有关黑，其实也有像染布，对，你们自己本身对染布有一点点的了解吗？有，哎呦，荣金很有自信。之前有跟社区的老人长辈他们一起就是上过一些染布的课程，因为客家人传统就有一个蓝衫，就是染布去制作成的那个衣裳，所以染布它其实就是用一种天然的植物萃取的部分。那其实很多植物它都具有一些色素，像是洋葱，从可以食用的上面的话，像洋葱啊，还有一些植物，那都可以来做染布。所以我觉得染布它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对啊，而且其实现在大家讲植物染嘛，对不对？其实目的就是希望，其实这是最天然的东西，也不会造成更多的环境污染。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懂得卖上改世界，有时候衣服真的是蛮便宜的，可那是因为它很多的化学颜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说，这个就是讲到环保改口娘啦。如果你一直使用这样子的衣服，其实它有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点点伤害之外，更重要的事情是它其实对环境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这次也会邀请老师来教染布。对现场直接 DIY。对，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这几天就陆陆续续之前办过一些工作坊，也在测试说到底我们现场的到底适不适合。那基本上我们会用的是蓝染。大茎的这种蓝染，就是我们台湾北部的气候比较适合的这种蓝染的作物。对，那它染得出来的那个色比较厚一点。那我们这边基本上不杀生活节里面包含了食衣住娱乐。
对，那这些部分都在我们各种工作坊里面有包含。那衣服的部分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也许衣柜里面非常多的衣服，可是也许不差一件怎么样多华丽的衣服，可是你也许需要一件世界可以穿，然后对身体负担好，对环境负担也比较没有这么大的这样子一件衣服。好棒哦！所以你们就会都是你们是自己去找老师来做教学。这老师也是我们的朋友，那他本身也在做这样的创作，那希望也是在这边可以介绍给大家。老师真的是很支持你们呢，这些朋友们，因为台下有躺到，我刚才讲了一下又会 pen you， 一下又是学长，然后这个应该就是学弟啦，高中学弟或什么的，感觉上就是开始善用自己周边认识的朋友跟人脉，跟把它串联起来，然后感觉上里面。就是有没有人情或者是友情的压力比较大一点点，对不对？是不是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就是算是互相，因为其实这些工作坊的讲师大多数都是我们新竹在地的，很棒。对，那因为读书或是就业关系。甚至不得不离开新竹，那有一个这样的活动，让大家可以回来聚一聚。其实真的，大家其实都觉得蛮有趣的。是，而且这些老师们很愿意帮忙，也不一定是我说帮忙，是很愿意来参与这样的活动，也是因为他们对在地有一定的认同。对，因为你刚刚讲了，大部分都是新竹人，对，几乎全部，所以他们自己的怎么样？老师投入这件事情给你们的感觉是什么？他们都很乐意，对不对？其实讲老师当然是因为他开课嘛，但其实大多数都像我们这样子的年轻朋友，对他也许还没有真的。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但是他已经在这努力上，这领域上开始努力。我觉得也是给他们一个发挥的平台。对，也是对不对？所以其实你们是一群年轻人，你们走安妞改思亲来参与的里面，也是每一个都是年轻人，所以等于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可以发挥的地方，然后分享出去，然后交流，对不对？好，所以其实说到吃嘛，对不对？对。刚刚酿酒算吃吗？对，我们还有咖啡，讲到了嘛？咖啡，对，咖啡是我们现在在新竹有一个叫边境13的咖啡店。那他这个咖啡店老板非常有趣，他以前做过连锁的饮料企业的算是蛮核心的干部了。那他后来也是就决定出来做。它的咖啡非常特别，它是陶锅手炒，就是我们提到非常多都是手做，就很直接的跟原料、跟土地直接发生互动。那他因为之前有到过中南美洲去产地那边有做过一些咖啡上的交流，那回来就下定决心要做直接去烘豆，然后直接去冲泡的咖啡，这样子来提供这样的服务。他只卖咖啡。哇，用心朋友谈到好像一定要去哦，还有买个青菜个故事调哈，你等下当中来讲。今日东方仪走的绕墙的新竹信州改后上音洪杰跟荣金来到节目第一读到台给大家介绍这一次在5月10号到5月21，5月10号到5月20日改不差生活节哈，台给大家觉得很有意思，不差。一般人说我很好，他说不差，为什么叫不差？其实不差，其实它有非常多的解释。那时候到底要怎么读？是不差生活，还是新竹不差，还是新竹不差生活节？是，或者说，其实我们认为可能都是，就是看你怎么看。好有趣哦！对，也许新竹不差生活节，新竹不差生活节，新竹不差生活节，对，这种感觉对不对？都可以。对，所以简单来讲，应该就是说，我们希望让新竹人。认识或不认识的可以更认识，就是知道新竹还有很多人在做一些不同的努力。那但是不差生活，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需求啦，就是我们生活也许没办法到大富大贵非常好，但至少我们可以过一点其实还蛮舒服的、蛮 easy 的一个不差的生活。对哈，有时候生活里面其实需要的东西简单一点会更好，对不对？哈，其实大白粉我们都黑上演世界，我心中都有一股暖流。是为什么呢？我就觉得说，看他们那黑上年纪轻轻，其实有这样的热情。拜托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啊！你们的热情千万不能熄灭啊！对，我觉得这也让我们的生活里面带来不同的乐趣，对，然后了解背后更深层的意义，还有。160、120没地方去，又有这么多的活动可以去参与。你看刚刚讲到这么多，可以去看到咖啡，对不对？可以喝到咖啡，对不对？然后可以学习到染布，可以酿酒，好有趣，对不对？以前这些东西，说实在的，以前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好像不会这么直接去接触。而且刚刚公狗改西给也是姐，红姐很可爱，她说她很喜欢吃，最喜欢讲吃了，是不是？对。而且在这个生活节里面有一个在地的，不能讲在地，应该是说。
在新竹开的一些美食是一定要介绍给大家的。对，我现在特别要介绍一间店，叫做艳丽。我现在都自诩为艳丽股长，就是对我来说，其实新竹跟很多大城市一样，都有非常多元的民族，因为很多文化，因为很多原因来到这个城市，那也融入了我们生活里面。那我们也常常看到说，街上有很多南洋料理店，或者说做一些也许是不同一样风味的食物。那新竹这一间艳丽南洋料理店，它很特别。他一开始其实是比较多是在做甜点，那老板娘非常的有心，就是她是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马来西亚的华侨，那她当时就是嫁来新竹之后呢，对，嫁来台湾之后呢，就是其实有待过很多地方，那最早是在北埔，那当时他们的料理其实非常的用心哦，就是一直在思考说家乡的料理。味道怎么样排解来台湾工作人的一些思想的一些想法，对。那再来就是说，他们每一个原料也都是自己很用心的去挑选，甚至还为了要有些比较高价在台湾比较难取得，他们自己想办法驯化，想办法去种植，来让完成它的料理的那个味道是跟家乡是一致的。我觉得这非常有用心。哇，讲到其实是态度。对不对？跟做面包一样嘛，对不对？里面有很多的菌，对不对？他说：“我是有生命的，我每天都在发酵，所以你每天吃我，每天感觉都不一样。刚出炉的第一天跟刚出炉的第二天，提上面提醒你味道都不一样，但不能放太多天，因为可能到了第5天就太久已经不新鲜了。对，所以这怎么样？这是你号称最厉害的南洋料理店。对，因为他们从姜黄饭的那个姜黄，他们就特别的去选过。那再来就是说香兰。因为香兰大家可能没错有喝过香兰茶，在南洋料理里面的，尤其是马来西亚，对香兰叶他们非常重要。对，可是香兰叶非常贵，如果你自己去买的话，所以他们基于要普及的立场，他们要自己种，对，自己种，然后自己用新鲜的香兰叶，那个香气真的跟我们一般买现成的一些干货不一样，它的那个香味是淡淡，可是是很浓郁的，就越吃会好棒哦，越来越香。对，然后肉的处理，像是豆骨茶的肉骨，我觉得你也不用去做什么空间改造，我觉得你下次可以找美食发展，是不是？开玩笑，继续，对，就是说它的肉骨茶，它是煮熟之后呢，它还慢慢的炖，让它慢慢的慢火炖到它骨肉分离，可是没有分开，6个小时这样，就是他很坚持这些做法。我觉得荣基有没有觉得很会讲？慢慢炖到它非常的软嫩，但是呢骨肉不分离，但是又快要分离，是不是？这个很难描述，可能真的邀请大家来新竹来吃吃看。这一次在新竹的不差生活节有机会接触到你说的这样的南洋料理吗？他们那一天会是以甜点为主，因为甜点大家比较好做，娘惹糕，还有一些甜派、咸派，对，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南洋料理是怎么样在做的，那它的功法、它的材料是怎么样子让比较用天然的，然后比较健康的方式做。我觉得听红姐讲，她真的没有乱说，因为南洋料理范畴很广。其实但是你特别提到马来西亚，因为你刚刚讲了，比如它的香兰叶，或者是它用的那个素材，就是真的是比较马来西亚，对。但是如果你到了，比如说缅甸、泰国，其实又完全又是不一样的咖喱。虽然他们都讲是咖喱，但是那个味道其实是有区别的，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比较属于马来西亚那一边的。那所以他们也会有像沙爹那样的东西。主要是印尼跟马来西亚，因为其实现在进到台湾，大概不会分到那么细，但是那些味道其实他们还是有记忆跟家乡不一样。是，所以老板娘她很坚持，就是希望可以让来这些就是来工作的这些人可以知道说，这就是跟家乡味道是一样。所以其实大家台咖玉堂出来嘛，其实讲的也是一个对家乡的一个连结跟一个思念跟一种乡愁，对。然后共同两边可以信做两下又动某种改抽空读地图，不要讲新竹了，我讲的是台湾。所以其实慢慢它就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然后未来对是一个彼此我们说水乳交融，对整个融合的一个大熔炉。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很重要。所以用前面有200黑讲戏，参加记得改胜败揭改世界家走在系统，按用 mock 改疗力，对不对？对。你自己本身对客家料理有熟悉吗？好像考试应该说，其实像我妈妈他们会很多朋友，那当然会有一些客家朋友，他们会有一些传统的做法，甚至一些酸菜或是一些
美感，就是这一些腌菜一些做法。那我们家里有时候他们会交流，对，他们会交流，然后就可能甚至就是这个是客家的味道什么的，或者什么的也可以试试看。就是所以其实我们生活中就已经有这样在做一些，很棒哎。那荣金呢？你有特别喜欢吃什么客家菜？客家菜吗？我之前的团队叫做客家小草哎。哦，真的。对，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故乡的小草，是要在故乡扎根。然后像我们的聚落的话，我们社区的阿婆他们以前都是走半桌的，盘桌，嘿，然后他们是那种一台车子载着那个工具，就是到可能人家有婚丧喜庆，他们就到别人家里面去帮人家。他们真的很厉害耶！然后阿婆过年过节一定要自己做萝卜糕、包粽子，然后很多这种甜点啊、米食，他们都是一定要在那个时候吃。所以你都在家里都吃过就对了。对啊，都吃过阿婆做的，这是好像一定要的，变习惯了。所以其实也是一种家乡的味道。对，然后有时候其实东东你黑公你没有在家乡单黑公去到推北，但黑公去到其他给伤习推重够用，对，是感觉不一样。有时候吃那个东西，黑公该这种东西低后续，我觉得有时候吃的是一种乡愁。我们怎么会突然走到这里，变成一个乡愁？还有没有什么一定要介绍给大家？其实我觉得其实时间过得很快，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跟大家来说，其实这只是一个开始，对不对？这只是一个开始，你们未来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参与，或是发展成一个怎么样的企业或是法人。对，其实我们这一段的努力，其实大概从2-3年前我们就开始做串联。那大概到最近，我们开始有一群朋友比较固定的，然后开始思考说，那我们这群人做的事情未来怎么办？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多，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其实我们也有开始在筹组一个文化协会，一个法人，那比较可以让更多人用更多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在推展中的。加油加油！我觉得真的是，反正结果怎么样，没有人会知道，但是总是要往前进，对不对？每一步都要迈进，然后踏得很踏实。我觉得其实梦想一定会实现。听起来好像很八股，对不对？可是这是真的。好，我们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哈。最后啊，短1分钟，我们请公关是不是荣金来好好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几点到几点，大家可以来，或是怎么来这样子。那我们的活动时间是在5月10号星期三到5月21的礼拜日，蛮久的哦，对不对？连续12天哦。是。那我们的活动地址是在新竹市东大路3段430巷1弄1号。对。然后来到这边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年轻人就可以聚集了。那可以看到你吗？会有可以看到你吗？一定会。对，所以邀请大家来玩，对不对？绕墙所有改乡亲朋友哈，不过你也带到信州感应的，还你也带到信州感应。我觉得住在信州感应更要去。对，真的，有时候以为自己很熟悉自己的土地跟城市，其实有更多是超乎自己想象的，对不对？哈，所以乡亲朋友回讲5月10号到5月20日有涵盖你，其实亲家记回来，其实可以大人小孩都一起，对不对？因为很好玩。上 FB 搜寻我们的不差生活节，就对咯，就係講送幾多個免數以搜尋幾多個不差聖誕節，安用英其實就得很好都給訊息，對不對？所以真的太棒了哈！今天非常謝謝紅姐，然後送什麼榮金，謝謝，加油 ，OK， 好，鄉親朋友，到底下呢，等下聊一下天能欣賞的走人同流。